原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共一句话意思，毋过无共时代的人，无共讲法。我甲你约束讲吼，你着爱固定甲我看解文说义，甲我捧场，甲我指点，甲我牵口甲鼓励，我会真感谢你。讲到即句约束，现代人有人讲约定，啊若古早人咧，我去编字典。古早人有一句讲断约，哇，这两字意思介好。我安尼看到字典安尼写尔，我去想到，我去想到讲南管上出名一条曲就是共军断约。头曲来唱共军断，二曲唱招军去合欢。人咧艺段咧学曲，头一条就爱学共军断约，学南管。啊，断约就是啥？就是约束时间。我含你断约讲吼，你逐工。解文说义时间若到，你会甲我转落看。咱国情含慢啊，毋过介认真，所以你加减甲我指点。断约下，国情安尼一直讲，毋是讲要甲你塞奶，叫你讲着爱看节目，实在是讲即句话，你有哪加减要听老辈讲，即摆咱甲捡转来，咱若定定去讲互听，人就毋但干会晓现代讲法讲约定，毋但干会晓现代讲法讲约束，佫会晓讲老辈讲咱来断约，哇，有影介会晓。啊有影啦，国情安尼伫咧讲吼，我足认真咧做。你甲我鼓励，我拢记伫咧心内。啊嘛是拜托讲吼，你着爱甲我牵口，毋通甲我念红呢。即句念红，即摆少年家原来较得讲啊。简单讲就是讲吼，专门咧堵人的疼空，专门咧抗人的臭头皮啊，专门咧讲堵骨胖。国情安尼讲较慢咧，堵骨胖即摆原来罕得人讲咧，无毋对，迄骨头胖啦。骨折的所在，你甲拄落看偌疼就好啊。所以吼，就是人上界歹势防灾的所在，你咧共闹开，安尼或者咧共染红啦。春卡甲娘你头动，毋是咧甲娘染红。哦，较早四几年我哪有讲呢？对，啊你莫甲我染红，我吼做人真凊彩，我袂安尼一碗饭配甲一尾鱼饺，就是讲拢无偷拖啦。无偷拖，这原来古早话就是讲吼，安尼斤计较拢无参详。国情啊好参详呢，你有看节目我就欢喜啊，有扑啊无扑啊拢无要紧。人咧讲斗句的，讲吼，若无拍扑啊的，拢好野人。国情啊，无拍扑啊拢好野人。啊，若有拍扑啊，你要安怎甲学落？无拍扑啊拢好野人，有拍扑啊，恁兜拢开银行。感谢你甲我鼓励，真多谢。